今日阿 K 嚟到咗呢個九龍嘅傳統豪宅地段，咁最令我驚艷嘅就係呢一片銀黃色180度嘅森林綠洲美景啦。呢一個樓盤咧係位於40嘅名校網，咁佢屬於全香港咧頭幾間最大嘅校網嚟㗎，淨係小學咧都有20幾間。另外咧坐車6分鐘就去到九龍塘城市大學、浸會大學都喺嗰一區嘅喎。呢一度俾咗一個巨無霸100尺咁大嘅一個露台，隨心打造屬於你嘅一個生活平台。最正嘅係可以同一時間享有大自然嘅呢個美景啦，可以欣賞到我哋香港最出名嘅一個8萬夜景喎。巨型嘅露台連接翻呢個巨型嘅客飯廳，足足有470尺。佢呢個露台呢個橫度係覆蓋到成個客飯廳嘅，室內嘅光線係更加充足。全盤嘅標準單位嘅樓王，實用面積係有1700尺，咁係屬於一個4房雙套嘅間隔，係俾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空間啦。有開箱呢一個4房雙套嘅主人套房，呢個右手邊咧就已經貼心準備咗一個 U 字型嘅衣帽間，放到一個特大雙人床之後，都仲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每一日之後再起身迎接你嘅就係呢一片綠油油嘅山景啦。用翻個白色做翻個主色調，令到成個感覺係更加優雅。浴缸同埋淋浴間分開，加埋呢一個玻璃躺門咧，同埋呢個毛巾架。第二間主人套房啦，放到張雙人床咧都做到3邊落床，咁正嘅一個落地玻璃窗。引入翻呢個天然嘅光線之餘咧，亦都方便翻主人可以隨時欣賞到出邊呢一個咁靚嘅一個美景啦。呢一個房間就當然係俾你嘅心肝寶貝仔仔女女用啦，都係咧足夠做到呢個3邊落床啦，亦都係望翻出邊呢個綠油油嘅郊野公園美景。知名品牌嘅特大雙門雪櫃，成個間隔咧就長而深，提供翻一個 U 字型工作台俾大家去備餐，都配置咗一個意大利嘅高級櫥櫃。入邊已經整好晒呢個間隔，方便大家去收入翻呢個廚房嘅用嘅咧，就係呢一度嘅私家電梯大堂，仲咧配置埋2個去到人更高嘅一個巨型鞋櫃。咁而家一齊跟我落去睇佢嘅會所啦。咁首先呢一個區域咧就係一個宴會廳加品酒區嚟，後面成個都係一個酒窖，咁可以招呼翻朋友喺度咧開翻個紅酒 party， 一齊咧打酒談心。呢度嘅健身室空間寬敞，邊欣賞山景一邊做運動。呢度嘅住客會所咧係提供咗一個特大嘅兒童遊樂園，配置埋一個20米長嘅恒溫泳池。放工翻嚟咧就可以隨時落去游水，朝早翻工之前可以落嚟做晨運啦。另外附近亦都有行山徑，之前嘅按揭問題而家都已經解決咗噶啦。咁香港嘅3大龍頭銀行啦，匯豐、中銀同埋呢個恒生銀行咧，都會提供上會服務俾買家噶。呢度仲有啲係細少少嘅1500尺嘅4房雙套啦。另外咧仲有1300尺嘅3房套。你又中意邊一款戶型，或者留言話俾 K 聽，帶你過嚟親身感受呢一度嘅現樓同埋佢嘅豪華會所啊！